留在彼此的身邊，牽着手去繼續飛。哇！已經有人衝線啦，影都影唔切啦。喂，好加油啊！大家都係啦。我影下先。第三名，第三名。哇！犀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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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時間係10:25，哦係差唔多3分零鐘1K 到啦。第4名，第5名，而家係10:25，都係10分鐘到。哎，哇！呢個鄺詠琪女子第一個，我識佢，成日都見到佢啦。佢好似係邊個跑會嘅咧？等我諗下先，我唔係好記得添。咁就喺度影算啦，我唔切去終點啦。咦，女子第二個咯喎，呢個係唔知係咪尹思慧咧？總之 Adidas 嘅啦就。喺度影啦，少啲人。有接近100米到終點啊！呢個位置。部機咧冇乜 RAM，又冇乜電，咁啊影到幾多得幾多啦。呢啲應該係10公里。個人組，影到幾多得幾多啦。師傅呢度睇，呢度叫我專業嘅非專業判斷呢，大約係100米最多，鬆少少啦。咁樣呢？好啦，咁我就影由第1名開始影10分鐘啦。
Pony，哇，原來係 Pony 啊，好嘢！好，時間嚟到呢10:32，佢哋應該係10:15起步，3公里，10:32，即係過咗17分鐘，唔影多3分零鐘就唔影㗎啦。咁犀利嘅，行都行到返。
就要避人嘅。已經10分鐘啦，咁我再搏一搏，影多5分鐘睇下夠唔夠 RAM，夠唔夠電先。BB， 喂，加油啊，阿祥，好嘢好嘢！
好啦，差唔多。哎呀，由冠軍開始計到依家，差唔多就係15分鐘。不過呢，嗰啲接力隊呢，就係比較遲少少嘅。咁我哋影住咁多先啦，因為我要保留一啲 RAM 同埋呢個電力啊，因為仲有1公里起步啊。留在彼此的身邊，牽着手去繼續飛。